内面是毋是敢若有放水的感觉？啊对啊对啊对啊哦。所以讲我简单就是淡水，因为我淡纸，嘿淡纸啦，是我扭起来了，我等下去烧了，我就淡掉啊。哦，我这边当然嘛说淡筋啊。 囡仔伊嘛是生囡仔啊。问题是伊较亲像一摆就现杀，较亲像纸。哦，虽然我嘛是一摆就现杀。对对，因为亲像你这一摆现杀，所以我感觉纸较成。哦。因为囡仔是啊，佮纯纯的，佮继续用啊。嘿，我唔对，嘛对呢。我感觉你这较成。哎呦，我是听阮某讲单纸筋啦，单纸筋，但是就是照理来讲，筋就是最后嘛是这个筋，啊筋甲纸比起来筋较耐啦，啊纸可能会破。是。 听某的就对啊，囡仔较用啊，较耐用。但囡仔足侪人讲哦，因为伊占75.3%。哎呦，嘿，啊，淡纸是24.7%。啊，这个筋一般来讲，咱会感觉较比纸较珍贵。啊，过来就是迄个纸一般淡去，纸通常是爱较打色的较好，啊，那淡去就无路用啊。啊，这个筋因为咱这个功能内底。 各有七手，也是讲你去目着较油车，一时无法度用迄最强的是，咱就用这个淡筋仔来去切。